来看高雄茶山西海花步道有一档军事碉堡，或者受产的巡查员发现讲碉堡防乌白乱喷杂画图，警方追查3礼拜了后，有找到2个21岁查甫人，因是趁到这波人的时阵来遮画图，目前也甲这2个嫌犯移送法办了。 行茶山步道来到上瓦近海的西海岸，这就是风叫做茶山阿鲁日神秘的所在。想袂到边啊，这个70栋历史的军事碉堡，风用漆喷甲花里绿鸟，除了有用乌色的漆画各种图样，嘛有用七彩的漆喷英文字，还阁有我爱高雄。来高雄的观光客看到出名的景点去互破坏，嘛不加受气。教歹囡仔大细啊，而且咱伫佚佗的时阵。 伊予咱的是一种真美丽的景色，因为你的行为破坏这个环境。来处分一下，敢若罚钱无够，来种警告的作用，无大家拢会学啊。遮水的风景啦，画甲呢，足歹看呢，足无彩呢。寿山国家公园的巡查员，伫咧11月底巡逻的时阵，就发现碉堡去红喷漆。警方调查山八卦机监视器，发现有2个查甫人对轿车落来，搁炸一袋物件行入去碉堡，真有嫌疑。顶礼拜就伫咧桃园甲高雄掠到这2个21岁查甫，伫咧其中一个人厝内底嘛找到7管喷漆的管仔，2个少年人拢 移送法办，它本身它就有原先的功能跟原先的样子。那现在目前被人家在上面涂鸦，我们希望就是后续我们会再处理让它恢复到原先的样子。 高山分局嘛提醒，虽望碉堡目前废弃啊，毋过乌白乱造，破坏国家自然公园的设施，这种行为违反国家公园法甲毁损罪，毋但爱罚3000块，上重阁会当判2年有期徒。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。